大家好，我係蔡思華，今集咧就同大家做下呢個窗框大工嘅筆試啦。咁首先咧嚟到建造業議會個官網啦，咁大家會見到呢度咧就有個工藝測試嘅，咁然之後咧就揾翻土木工程嘅，就碌落去啦。咁下邊呢度咧，你撳翻窗框呢度咧，咁啊會自動彈咗落去噶啦。咁啊呢度咧就係我哋窗框工嘅筆試啦。咁提一提大家啦，咁啊若果考筆試咧就唔好淨係睇窗框大工啦，咁要睇埋咧玻璃工同埋上面嗰個幕牆嘅，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啦，佢係將佢全部歸類咗為一範嘅。而且而家個筆試咧係用平板電腦嘅，咁佢嘅試題庫咧就係隨機咁樣彈啲試題出嚟嘅，咁所以呢三個咧都會有一啲相關嘅試題係彈出嚟嘅。除咗筆試之外咧，咁都好建議大家睇下其他參考資料咧，咁啊了解翻成個考試。我睇到網上嘅資料咧，窗框大工咧其實合格率係得60%嘅啫，咁所以希望大家睇多啲資料，做多啲準備先好去考啦。咁入到嚟份文件之後咧，我哋就一齊嚟做下個筆試啦。咁下邊咧佢會有20條嘅，咁啊第一個咧就問工作平台嘅高度啦，咁答案咧就係 C 啦。然之後石屎釘槍嘅年齡啊就18歲嘅。第三條咧工具咧就係咧 A 啊，拎梳。第四個咧都係 A 啦，咁屈曲磨耳啦，呢個拗磅啦叫磨耳，一般用咩固定？咁 A 啦吓，咁用石屎槍或者係收鋼牙螺絲啦。咁而木尖固定槍，咁橫尖同企尖啊吓，咁啊大工都會考橫尖同企尖。咁個磨耳嘅間距咧，咁就係 A 啊300啊，窗框磨耳同埋要打槍，咁應該係 C 啦，咁啊一定要啦，咁而且係要穩固啊。鎖嘅數量，咁就係 D 嘅，長度超過800啦。切面圖展示，咁即係我哋俗稱嘅大樣圖啊 ，boy 啊，為確保強度，咁最大應該係 boy 啦，700，12就係 D 啦，咁擋水用嘅，使用腐蝕性清潔劑洗窗就要13 boy 啊，即係洗完之後要即刻沖水啦。以下冷項筆試檢查上嘅風險，咁14就係 C 啊，電擊傷，15就係 DOT 啦，呢個鋼化玻璃，有咩可以幫助檢查個窗？16A 啊，防止賄賂嘅最低金額，冇限制啊，工作時要認真注意操守。18就係 DOT 啦，19咧就 A 啦，用正確嘅姿勢啦，長時間耗熱工作，咁就梗係12A 啦，就中暑啦。好啦，今集咧就同大家做晒呢個窗框大工嘅筆試啦，咁大家記得咧就睇埋其餘兩個工種嘅筆試係點樣噶啦，咁希望幫到大家合格啦，拜拜。